做平安，只是礼拜的时间已经到，咱请咱安静心，请走乐。万军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以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请咱去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的气息。
关起咧，三角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别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者用信用告别来，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死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你要对后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用，伫圣诗后壁启用文第40篇，就是圣诗后壁1071页。我来启，大家来用。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我伫侍候。咱一声，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一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的天使陪我来我遮。对单顶，将炭捂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三角阿头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阮欢喜时时来到圣殿，三角敬拜，学乐你。经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旧历年，阮逐人转去各人的故乡自治。甲厝年的亲人兄弟互相请安拜年，也有对远远国外转来过年的亲人做伙，阮实在欢喜感谢。当阮逐人陆续要转去到工作的场所，青少年也开始转去到学校开始新的学期。伫新的一年开始，恳求你保守。无论阮伫啥物情形，拢仰望伫你的应允中。主啊，阮也感谢你赐下圣经中的话语来做阮生活中的准则，就亲像光灯指点着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无论伫啥物境遇，拢会晓时时我靠伫你，用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的快乐甲安慰，互阮的脚步所行会合伫你的旨意中。上时，阮也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阮伫即个大家庭中，每一日生活中拢有充满着你的疼。特别伫即个气候无稳定的节期，阁有严重的流行感冒。主啊，阮恳求你特别顾惜阮南门的老大人甲细汉囡仔，互因有勇健的身躯，无受到感染。
阮若要将家己的软弱交互你，我可伫你，互你的荣耀伫我软弱中得到显明。恳求你教阮三角地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赞美，阮要请咱今仔日请雅音合唱团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唱的歌是《我生得救主因带》。
咱感谢爱音合唱团的学老。只是咱来看两位的圣经，一位伫诗篇119篇的105节，另外一位伫提摩太后书3章的16到17节。我来念诗篇119章的105节：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另外一位伫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到17节，伫圣经信仰圣经的246页。第16节，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示、伫道职，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以上，咱甲时间交互牧师苏进财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文以载道。今日大家平安。今日要讲圣经啊，因为去年有答应圣经公会讲伫12月纪念主日来咱教会啊，所以来讲圣经。总是去年12月7啊，拄好我牧师娘伫安宁病房最后一礼拜啊，所以张牧师体谅我，伊知影我无法度讲道，啊，伊伫甲今仔日才伫咱中间。来讲一个道理，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是中国儒家的思想。因感觉讲，通过文字文化的传承，会达到传播道的手段。啊，这个目的就是读册人会当修身、治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础。我咧想讲，咱基督教的道理嘛是安尼，上帝的道。嘛是通过文字来传达伫咱的中间，嘛是通过文字来传达伫咱的中间。不管咱今仔日安怎读圣经啊，伊就是用一种的文字来传达。人甲人沟通需要语言来做工具，因为一种的语言会当来表达全部的感情、意志、思想。伫信仰上，上帝甲人安怎沟通？我毋知影你即摆你捌常常去想即样代志无？伫人的部分，咱讲做祈祷，咱用咱熟悉的语言来祈祷，也是讲咱来唱歌，也是讲咱来用方言祈祷，也是讲用写啊，即马较进步用来、用连书、用拍字啊，甚至咱的教会过去啊，咱帮助手语教会，手语教会用手，迄嘛是一种的表达，甲咱需要来向上帝传达。那安尼上帝要安怎甲人讲话？我毋知影，即摆你捌想过即个代志无？伫信仰的部分，咱讲做启示啦。上帝的启示当然有分做两部分，启示有直接的启示，甲间接的启示。罗马书第1章20节，伊讲对于创造这个天地以来，上帝的专能甲神性是明明人通知影，虽然咱的目睭看袂到，总是照着所创造的物件。咱就通知，因为无路通推脱啊！亲像一台钢琴、一条刀仔共款，咱知影这一定有人伫遐来办理、来师傅来创造。照着这个世界，咱会当知影上帝的存在甲创造。圣经是受上帝的灵感来写的，咱和本写讲做。描诗默示哦，啊，真侪人想讲是默写，毋是默写。默写是讲人讲啥，咱伫遐抄，叫做默写吼。伫信仰上真重要，这个启示就讲上帝安怎甲人来讲话来沟通。有当时我真惊，真侪传教者拢会讲啊，上帝赞美甲我讲啥的哦，大家拢真惊遐，太遮侪人拢无上帝拢无甲人讲啊，才会干那甲你讲尔吼。伫信仰上的理解，上帝是绝对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超越的。所以人是有限的受创造的物，咱是被动的啦。所以若毋是上帝恩典甲上帝意愿，人无法度接近上帝，人无法度看见上帝，嘛无机会甲上帝来对话啊。
所以伫圣经咧讲咧启示的原文是显开啊，显开甲一时啊显开，互你看一个，一时啊你知影尔。伫人类的历史中间，上帝不断照着各项的事物来启示伊家己，互咱有机会来认捌伊。伫咱基督教的历史，伫20世纪有一个真出名神学家叫卡巴特吼，叫巴特。伊咧讲伫人类的历史中间，创造者的上帝免啊启示人，伊认为有3种哦。头尾即摆教会界上大家上知影着即3种。即3种方法就是道者立体的道，咱讲做 incarnation 吼。第2项是所传的道，就是福音的信息吼，咱叫做 kerma。第3是写成之道，就是咱咧讲 logos， 也是讲咧我伫咱的即个圣经内底吼，即3种真重要。上帝要通过即3种的启示伫咱的中间。头一个是道成肉体的道，道成肉体的道就是讲，正做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讲道成肉体点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咱也见过伊的荣光，就是基督生囝的荣光啊！所以现在即摆通过拉撒的人耶稣的出世，传道宣扬上帝的福音，受顶12架死搁活，咱的信仰的前辈，遐个使徒甲学生，因真正看到耶稣，知影耶稣。因经验着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甲这个神圣的计划临到人的中间啊，临到人的中间。当然，耶稣在生的时阵，伫这个世界里是无这个圣经，无咱即摆看到的新约圣经，总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正做人的款式来到伫人的中间。拄啊，亲像保罗咧解说这项代志，伊伫腓立比书第2章所讲的，讲伊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甲上帝平等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罗卜形状，正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价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架顶。所以，你甲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伟大的上帝。通过道成肉体耶稣基督临到伫人的中间，有3天的时间，耶稣甲人做伙生活，甲学生做伙生活，做伙工作，做伙讲话、传道，而且直接甲人有对话，而且显现伊家己。所以当时的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所讲所传的，因就经验着上帝的道啦，这叫做道成肉体的道，伫耶稣基督身上。咱来经验着。第2项，咱讲有做所传的道，所传的道。真个人毋知影吼。咱的圣经新约甲旧约，旧约是甲即个犹太教才有关系。吼，犹太教就是耶和华宗教。真个人毋知影。我咧问兄弟即摆，你知犹太教较早，还是旧约圣经较早出来？毋是啦，上帝毋是对天顶đặt一本册讲，这叫做旧约圣经，你去创一个犹太教，毋是，是属于犹太教有敬拜，有对上帝的尊重，人开始需要有一寡律法书、先知书、智慧的这一切，所以是颠倒头变吼。新约圣经甲一个信仰团体才有关的，就是基督教初代教会。兄弟姊妹，你知影？你会当理解无？新约圣经较早出现，还是基督教的教会较早出现？你敢知？教会先出现，教会开始敬拜，当时无咱这27本的圣经啦。耶稣基特别耶稣基督上天搁活了后，咱的基督的教会对耶路撒冷甲外邦开始建立。拄啊开始，这个信徒也是这个使徒也是这学生，因这人见过耶稣，听过耶稣，经验过耶稣，所以开始伫各个所在、各个教会传讲耶稣是弥赛亚，因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因为因听过耶稣基督的讲的话。迄时咱咧讲的圣经啦，吼，咱今仔读提摩太后书迄个咧讲的圣经，其实毋是咱即卖圣经，是咧讲旧约，遐咧阵仔出现伫犹太教，遐个拄啊我讲的即律法书、先知书，吼，即一寡的物件无39本，吼，迄阵，所以新约圣经还未出现，所以伫教会中间口传，吼，咱讲做口传，即个物件。诚做一种信仰的传达，信仰的传达，吼，信仰的传达。啊，总是即种的物件吼，真容易出错，吼，真容易出错。所以后来有文字的出现，因为咱讲话的生话啦，吼，话的生话，所以这种口传的福音后来出现无共款，这种的讲法。甚至引起教会一纷争，所以后来有人开始伫遮研究来写作册。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1节，路加就开始伫遐讲，伊要考察了来写这个《路加福音书》。我毋知影伫即摆你爱有当时你会感受讲，是安尼咱的新约圣经，它都要有4本的福音书啊，它不爱甲写做1本就好啊。哦，它都要有4本的福音书。其实伫初代教会上早出现的。毋是福音书啊，是使徒保罗的教义书信，亲像哥林多前书、前后书、加勒太书、罗马书，哦，这叫做教义书信。开始伫教会来出现，因为保罗宣告了，开始甲因教导、甲因指示啊。迄个时阵有3个真大的教会传统：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马色的教会。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的，咱即摆叙利亚首都叫大马色。个安提阿、安提阿，吼无共款的，即个教会传统出现无共款的，即个福音书啊，咧讲耶稣讲事无共款，所以一款多元的文字的福音无法度整理啊，吼，因为政治的迫害、即个困局，无法度有正式的即个圣经来出现，圣经来出现，一直到主后317年。基督教称做罗马帝国的国教了后开一寡会议，开始有这个正式讲这就是圣经，就是咱今仔日看到这文字指导、文字的启示，咱叫做 canon， 就是今仔日咱看到这个27本还是39本的圣经，39本是犹太教后来才个定出来的圣经，定出来的圣经。今仔日咱所咧读。咱讲说新旧约圣经啦，其实真正兄弟姊妹你毋知影，现在在讲新旧约圣经，古早犹太人、犹太教因无咧讲旧约，因为敢若即本尔，因袂讲去讲新旧约。这是使徒保罗伊根据出来记24章第7节咧讲，摩西将约的书，即个约的书读互即个百姓听，所以讲即个是古早，讲这是旧约。初代教会即基督徒，因伫遐体会，伫旧约先知耶利米所讲，讲要立一个新的约，即个预言伫耶利米书31章31节，因伫遐应证讲，后来耶稣通过最后的晚餐，为着救赎人类，伊流宝血，甲咱立新的约。所以咱每一届守圣餐的时，牧师咧讲，这是耶稣的血，为着咱所流的。这个新的约，互咱甲上帝种新的关系，所以咱后来从耶稣基督以后，这文字指导，咱讲做新约圣经啦，这叫新的约，新的约。当然，我今仔毋是来教册啦，吼。像像咱今仔日基督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去面对这个所写出来文字的圣经啊？即摆真进步吼，即摆手机啊嘛有读圣经互你听，你要读台湾话、华语的、英语的拢有吼。咱要用什么态度来读圣经，也是讲来了解圣经、了解圣经？我家己感觉有3项真重要。读圣经的3个原则，头一个咱爱信上帝，认捌上帝。圣经才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正做上帝的话，正做上帝的话。第二项，咱爱伫读圣经的中间，甲创造历史的上帝相拄啦，
去碰到上帝，英文讲 encounter， 去碰到啦吼。第三，咱来接纳圣经，成做咱生活的准则。圣经才会当伫咱的生命中来成做上帝的话。头一个，咱来信上帝，认捌上帝，这圣经的文字才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做上帝的话啦。圣经白纸黑字，伊毋是平安符啦。我咧做兵的时阵啊，阮迄个碉堡吼，咧闹鬼啊，真侪人拢互鬼缀着，吼缀。有人看我咧读圣经，讲，迄个苏俊台，你甲圣经借我暗时囥咧困吼，遮迄个鬼才袂来啊咧吼，我就借伊啊，伊就感觉较平安吼。圣经毋是平安符，圣经嘛毋是咧算命。因是因为圣经内底足侪内容，足侪即文字的文化的物件足侪，毋是一句一字拢等于上帝的话。那就话你今仔要清楚哦，不等于啦，每一句拢等于上帝的话。所以我讲圣经爱成做上帝话，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做上帝话。咱逐日拢咧灵修啊，较早有人较迷信，讲圣经今仔要出门，我甲圣经掀出来，手甲闭落，看读到啥物圣经册啦吼，所以有一个笑话讲，透早掀起来，甲记落去，讲犹大就甲钱等咧圣殿去吊死啊！讲犹大卖耶稣了，去吊死。发遐歹运，去指到遮歹空诶。佫试一届看卖，第二届耶稣讲你去照安尼行啦。因为迄个撒玛利亚人诶故事，耶稣讲了，耶稣甲迄律法师讲，你去照安尼行就好啦，所以圣经袂甲咱算命啦，袂甲咱算命即马不过咱你咧读圣经灵修中间咱爱去怎样去经历这个话，今仔成做咱的活命上帝通过这个文字，要甲咱有啥物意义？有啥物款的这个启示？有啥物启示？人若无信上帝圣经共款一本册。真侪这圣经学者，也是讲这也是讲这大学教授，因拢咧研究圣经真熟啦，背景文化但是因为心内无信上帝，无信仰，所以较研究圣经嘛是一本宗教的经典，一本道德的教科书。伫伊的生命中间，圣经袂当成做上帝的话。袂当成做上帝的话，圣经会当成做圣经，是因为咱有信上帝，咱相信伊是创造宇宙、创造人类、主宰这个历史的上帝，所以伊的工作、伊的启示，成做一个文字的指导，今仔日放伫咱的面头前，当咱用心去读的时阵，伊伫咱的心中渐渐成做上帝的话，成做上帝的话。所以迄个态度方向足重要，足重要吼。咱咧教会拢有一本大本的圣经，我看咱这手抄的，圣经我嘛印了足大本的，要互教会来用。迄足大本的要创啊真侪人毋知影。我去过一个教派，毋是咱的长老教会读圣经的时阵是书会长老徛伫台仔前远感觉读，邀请所有兄弟姊妹拢徛起来。因为即晚要读上帝话咱爱真恭敬、谦卑、敬虔，用足大声伫遐读了，请大家搁坐落所以遐大本的是咧宣读啦。古早的犹太教犹太人嘛是安尼咧读圣经，咱初代教会嘛是安尼咧读圣经。不管咱是安怎宣读、徛咧读、倒咧读，还是咧听，即个圣经的价值在伫上过通过文字的启示。搁一届，伫咱的生命中，成做一种快乐，成做一种的目标，成做一种的理想，也成做一种对现代社会、对世界的境界，人类将来的归宿，将来的愿望。这就是每一届伫咱的生命中咧产生。第二项，咱爱伫读圣经中间，甲创造历史的上帝相拄啦，去帮助上帝啦。互圣经家己来讲话，上帝伫每一个时代对人无共款的启示，
今仔日人当然袂当甲直接甲上帝讲话，亲像当旧约记载后壁来汉约瑟，这人雅各共款得到上帝的启示，咱嘛袂亲像雅各共款，吼，讲伫梦中得到上帝的启示，得到上帝的话啊。哦，讲咱做梦的是上帝甲你讲啥物吼？你著爱去对，你著爱去对吼。总是当咱读圣经的时阵，通过过去上帝工作这文字记录，人所写这文字记录，咱发现讲，迄个历史中间咧工作的上帝，今仔日又愿通过这文字的记录甲启示咧，甲咱讲话，又愿咧甲咱讲话。历史上，这个引带以色列带领教会，带领历代信徒，主宰人类历史的上帝。今仔日嘛，不断地向咱来显出伊家己的旨意甲能力啦。真正启示了，你有敢拢无啊？有人咧讲，这都是迄个启示将之论啊，总了啊，无啊吼。当然，因为教会咧27本上尾本的这个启示录，咱就讲无文字无个特别的启示。那呢？上帝毋是休困啊！上帝讲爱安休你，安休你是拜人吼，迄是人爱安休，上帝毋免安休，上帝嘛毋免周休2日啊！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能力，不管是充满伫人的中间，一直伫即个世界咧运作，不时不刻，拢咧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显出的作为。所以，当咱搁即摆读圣经去拄着迄历史中的上帝的时阵，你才会发觉讲，迄个文字甲历史，毋那是过去的故事啊。通过伊，咱会当甲伟大永远的上帝来相拄，咱才会发现讲圣经对咱的重要性。真侪人伫主里学细汉的时阵就读圣经，遐故事一直咱拢足熟的，总是。伫咱的生命历程中间，每一个阶段，你才会发现讲，这话不断，互咱倒一届去读的时阵，亲像耶稣所讲的，正做迄个水泉源共款，不断无断对咱的生命来显出来，哦，迄是一个真大的快乐甲勉励帮赞，帮赞。我看到马街病院有迄个祝福机器啊，祝福机就是讲你甲试落吼，圣经才会走出来，祝福的话。有诶教会互你过年的时阵，牧师拢会分红包啊。咱教会敢有分红包？红包内底敢有钱？有啥物？圣经节当然迄种祝福的话啦。所以大家摕到拢无共款的祝福，无共款的帮赞，无共款的帮赞圣经也会不断伫咱的生命来出现，我2个月前伫安宁病房住1个月，顾阮牧师娘，甲伊过身我毋是去，像咱有当时去探访看一个10分钟、半点钟咱就离开。我真正伫遐住1个月，尾头到尾住1个月，伫遐看到真侪遮个临终的人半暝伫遐。哀叫要怎样通过信仰来起造咱的活命，帮助咱伫迄个最后的时阵有迄种的勇气当然诗歌是一个真大的帮助我一直放诗歌念圣经互我的牧师娘听互伊经历迄个最后的时间点所以我咧讲圣经，咱去不断伫咱的生命来出现每一个时代。后盖要读圣经我讲毋那是电脑经的毋那是电脑经。后盖连讲道嘛会当用 AI 即马德国、英国、美国拢有迄个 AI 的牧师你报电视迄新闻咧，有人是假的人嘛，迄嘛是假的人后盖互咱拢甲点好势，咱要读对一个圣经节，啥物题目讲道爱几分钟互人袂爱困，迄声调爱拄啊好试咧迄个 AI 电脑的牧师就甲咱讲道讲道后盖牧师拢咧要无头路
伊内容足好呀！恁即摆若会晓迄个 AI 的人，你就知影。你一个题目你甲伊讲哦，伊甲你讲的题目 AI 资料差不多电脑会当收到的物件拢有啊。但是咧话无开啦，无人甲人的感情，即种的对话回应，咱甲上帝嘛共款啊，迄是有感情的话，有感情的话。会知华语礼拜咱的赞美团唱一首诗歌，我内底咧讲，咱咧到上帝面头前的啼哭，啼哭跪落去敬拜啊！吼，诗篇我去想着诗篇56篇，咧讲着迄个大鳖啊，咧走投无路，对敌咧甲对杀的时阵，伊讲上帝啊，帮助我，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诗篇56篇特别在讲上帝啊，我流离失所的时阵，你帮助我，求你将我的目屎放伫你的皮囊内底，将我的眼泪放在你的皮带当中啊！上帝他有皮带啦，迄个皮囊啦，上帝他有，伊讲你的切拢会记得我对一届流目屎，对一届流离失所，走投无路，上帝你拢听我的祈祷啦。兄弟，即摆你读到即段诗篇50篇，你敢无受感受？上帝啊，我要倚靠你，你知影我的苦痛，我的目屎，所以我讲圣神，咱咧读圣经中间，圣神的感动，目屎是圣神伫基督徒生命中间上真实的工作。目屎是圣神伫基督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上真实的工作。伫迄个读圣经、灵修、祈祷。伫遐吐开，伫遐向上帝恳求的时阵，咱搁一届间创造历史的上帝三拄去拄着上帝，互圣神通过迄个圣经节，搁一届来感动咱，搁一届来咱讲话，来甲咱讲话。第三项，咱来接入圣经的准则，圣经才会当伫咱的生命中成做上帝话。若无这文字对咱无有啥物意思。咱讲做圣经是一个39、27是一个正典、正典、天王吼，迄个意思是笑啦，笑一支笑。咱咧读圣经中间，你爱感受上帝一支笑，甲咱讲，这个会使，这个袂使，这有一个原则啦。因为今仔教会真混乱，教派真混乱，无共款宗派背景的教会，咱对共一本的圣经无共款的解说甲教导，所延伸出来的圣经教义，互咱感觉真可怕，互咱的心真不安。所以咱的长老教会吼，咱尽量无爱去请别教派牧师来讲道，咱一定啊，咱的信仰院毕业的。因为怎样读圣经、解说圣经、教导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准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台湾话讲有走蛇，拄啊开始你若歪去吼。你到尾啊，一直错去，一直走蛇，一直走蛇。我捌一段时间做钢琴的调音师啊，讲起来，所以我会晓调音啊，吼。钢琴的调音的开始吼，阮拢88年的时，阮爱对49第49科，迄叫做中央 A 拉，中央 A 拉开始调音嘛，吼。调音拄啊440赫兹，440赫兹，用迄个做标准的去调。哦，当然有一寡音乐家伊咧下摆啊练的吼，因会要求442，迄互伊迄个声较强，吼较强，迄就无共。为迄个做标准开始吼，一步一步去调音。我最近才知影讲，迄个咱的迄个厝的电话吼，咱举起来，迄个声就是440赫兹。咱咧弹钢琴的人吼，恁知影恁兜的钢琴会准袂准哦？你甲弹迄个中央拉，甲迄个电话音乐起来，看有准无？440吼，迄电信机调用创。我记这个就是讲吼，为迄做一个标准啊，才袂走蛇的。无你一直调到后壁吼，迄音愈差愈远去啊。遐你即摆咱的信仰，咱的活命，咱所行所做，咱这世人咧行的路。我开始就爱伫上帝的标准，迄个笑内底啦，
唔通走抓，唔通歪去，唔通歪去。所以咱今仔日读的经句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路上的光照亮咱的心灵，照亮咱头前所要做的、要行的路。保罗所讲，你所学习的，就确实放伫你的心内，放伫你的心内。是啦，加讲，确实咱也无时间读圣经，是因为咱也无发现上帝伫咱生命中的重要性。咱无去感觉讲，我需要上帝，我需要这款的信仰来帮助我行我每一个人生的坎站。而这个世代万米拢在变化，总是圣经中间所透放出来上帝的话，是永远袂改变的真理。虽然今仔日咱看袂到上帝。总是上帝有愿通过文字的启示、文字的传承、圣经的教导、其他一切方法，不断的启示咱伊家己，伊不断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工，伊不断的甲咱讲话，不断的甲咱讲话。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建立逐日读圣经灵修，通过上帝话来建立信仰美好的基础。互上帝话嘛，诚做咱生命中上大的快乐，永远袂失落迄种永远的盼望，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生命的泉源，阮需要你。总是其他的阮无法度看见你，也听袂到你讲话，总是通过文字传承的道，今仔日成就伫阮的中间，诚做阮的活命。诚做阮生命的水泉，互你家己的话，搁一届伫阮的生命中来成就。伫你面前献上阮满满的感恩、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有主耶稣是。
较济。即时咱三甲来奉献，请小文执事甲任宽执事来书献。请咱起三甲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今仔日欢迎苏进财牧师来正道原主保守苏牧师伫新竹圣经学院的服侍。礼拜后请兄弟留咧地下室用餐，甲3个交杯。后礼拜的正道是艺正义传道。第二，夫妇团契。礼拜煞伫爱餐了12点半伫5楼要召开2月份的例会。即届的例会，阮有邀请到马街神经外科的陈旭照主任来演讲，题目是如何远离背痛，请咱兄弟三甲来参加。第3点，社宣组礼拜后伫6楼召开乐活站志工的同工会，请咱同工伫地下室摕便当了去6楼来集合。第4，拜3下暗的读书会要恢复，伫3月初5要开始，7点半，地点伫副堂的办公室。那即个有12堂课的纪要真理有敬义团队来主理，请咱兄弟欢迎来参加。第5，办公室28号是和平纪念日休困，那兄弟有需要会使联络值班的地管的长老、美心长老甲敬义团队。第6，合会手册册5伫咱第6版有已经订正，请咱来过目。团契消息第1点，圣乐队伫4月20日购画一个献诗，对3月初2开始，每礼拜12点半开始伫5楼加班练习，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参加圣乐队做伙来服侍。第2，烘焙班呢，咱伫3月开始，伫每个月第2甲第4礼拜，伫拜6下昼的2点到5点，伫地下室举办。欢迎咱兄弟有兴趣的兄弟会使来报名参加。咱名额是12个，满就无阁超过超收，费用是2000块。有兴趣的兄弟会使甲思涵干事来报名。教界消息，北中妇女部伫3月初5，拜5上午10点，伫大稻埕圣乐教会要举行世界公道的礼拜。欢迎咱兄弟来参加，报名费是100块，咱会使向妇女团契玉兰执事来报名。第2，台湾新学院伫3月初5 7点半，伫大稻埕教会要举行校庆为募款的音乐会。
即场的音乐会有足侪表演，然后无收任何费用，吼，欢迎咱兄弟有兴趣的，拢会使去参加。具体的关怀，咱的主席今仔日有22位的老师、甲家长、甲学生去植物园野外礼拜。今仔日的天气无做好，请咱来关心甲大哥倒。因即马伫内底拢诚平安，请大家放心。大倒的事项，请咱对咱替世界的战争、流行感冒，以及咱逐个学生已经开学，请咱来大倒。请问咱今仔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若无，请咱来行平安礼。咱来吟上用的诗，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吟诗了后，请苏牧师来祝祷。Amen.
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诚实的保守引带，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带，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明道闭会。